在農業部農村發展甲水土保持署的支持下，台南市政府透過農村社區產業的輔導甲推廣，今年輔導農村的產品主要以烏麻為主，輔導社區有生活的溪米社區，甲嘉義的延平社區等。今天我們邀請到這兩個社區哦，是我們最主要的胡麻產地的一個社區的哈。我們嘉義的延平社區哦，它有很多的胡麻製品哈，剛剛所講的這些胡麻製品。那還有我們的三化西美社區哈，當然它的胡麻油，還有枝基哦，還有我們枝瓣裡面相關的一個系列產品，設計都非常的優良了哈。哦，這些產品那我們自用跟送禮都非常適宜哈。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胡麻。台南市的胡麻產品能夠讓國人能夠看到哈，讓他更知道我們這個優質的哈最大的胡麻的產區，然後我們最優質的胡麻產品能夠把它推廣到給全國各地，甚至將來有機會推廣到世界各地啊。市府農業局表示，台南是全台烏麻種植上大的產區，為了提升烏麻產品外觀的質感，甲市場的識別度，溪米社區將烏麻轉化為家庭四季的料理，設計出芝麻砧板醬的禮盒。而嘉義延平社區則是以手工的芝麻糖有名。輔導社區以象徵吉祥、豐收甲祝福的金色為主色，設計出祝福系列，有芝麻糖、芝麻糕、芝麻粉甲土豆糖等，展現烏麻產品對加工到伴手禮市場的多元應用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